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終於出爐啦！每年2月底，大家最關心嘅肯定就係財爺波叔個公事包入面，究竟收埋咗幾多粒糖派俾大家。今年嘅經濟環境，大家都有目共睹，有人話市道難捱，亦都有人話見到轉機。不過無論點都好，份預算案一出，最貼地、最影響我哋荷包嘅，始終係嗰幾樣嘢：退稅、免稅額、長者津貼同埋醫療福利。今日呢段內容，我已經幫大家刨熟咗整份財政預算案，將最複雜嘅字眼轉化做最簡單嘅人話。我哋唔講廢話，直入正題。今日我會同大家拆解長生津雙糧到底確實幾時可以落袋，仲有首度曝光嘅兩大醫療福利係咩玩法。最緊要嘅係，我會手把手教大家點樣利用醫療券嗰500蚊獎賞，再加埋退稅同各項免稅額嘅神級操作，幫自己同屋企人實實在在咁樣慳足1萬幾千蚊。嗱，記得攞定紙筆，或者直接將呢段內容share牙俾你身邊嘅屋企人，因為錯過咗，分分鐘就係唔見咗幾千蚊落海。首先，我哋嚟講下老友記最着緊嘅一環，就係社會保障津貼嘅雙糧。每一年財政預算案，大家最期待聽到嘅4個字就係發放半個月或者發放1個月嘅額外津貼。今年財爺宣布會向合資格領取社會保障金額嘅人士發放額外半個月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即係綜援標準金額、高齡津貼、長者生活津貼同埋傷殘津貼。同時，在職家庭津貼亦都會有相約嘅額外半個月津貼。好多老人家或者照顧者第一時間就會問，咁即係幾時有錢落袋啊？係咪聽日就有得冚錢啊？大家冷靜啲先，政府做嘢係有程序嘅。根據過往咁多年嘅慣例，財政預算案喺2月底公布之後，其實只係一個草案，要等到立法會辯論，然後正式通過撥款條例草案。呢個過程通常會搞到4月底甚至5月頭。當條例正式通過之後，社會福利署就需要大約1個月嘅時間去調整電腦系統同埋核實名單。所以，如果你問我確實嘅落袋時間，根據往績推算，呢筆額外半個月嘅長生津或者生果金，最快都要去到2026年嘅6月中至7月頭先會真正過戶到大家嘅銀行戶口。我哋順便計一計條數，等老友記心入面有個底。以現時普通長者生活津貼大約4000零幾十蚊嚟計，半個月嘅雙糧即係大約2000蚊左右。如果你係每個月尾出糧嘅，到時6月或者7月嗰一期，你就會見到戶口突然多咗呢2000零蚊。大家千祈唔好心急，亦都唔需要特登去社署排隊問，因為呢筆錢係自動過戶嘅，只要你喺指定日期之前已經係合資格嘅領取人，到時就會自然收到。呢段時間，大家不妨諗定呢筆錢點用，可能係同孫仔孫女去飲多2次茶，或者幫補下屋企買餸加餸，都係一件開心事。講完長生津雙糧，我哋即刻入嚟睇下今年預算案入面首度曝光，而且同大家息息相關嘅兩大醫療福利。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越嚟越嚴重，大家對醫療嘅需求真係大到不得了。政府今次喺醫療資源上落咗唔少墨水。第一大福利就係重點升級嘅長者醫療券獎勵先導計劃。以前大家覺得醫療券2000蚊，病咗先去睇醫生，但而家政府想鼓勵大家預防勝於治療。玩法係點？只要你係年滿65歲嘅老友記，喺同一個年度入面，將醫療券用喺特定嘅基層醫療服務度，只要累積用夠1000蚊，政府就會自動送多500蚊醫療券落你個戶口度。呢個基層醫療服務聽落好深奧，其實好簡單，就係一啲預防性嘅檢查或者長期病患嘅跟進。例如你去合資格嘅西醫度做高血壓、糖尿病嘅評估同複診，或者去睇牙醫洗牙、檢查牙齒，甚至係去睇中醫調理身體。只要係屬於預防同埋疾病管理嘅範疇，就可以計入呢1000蚊入面。大家諗下，平時老人家點都要驗下身或者睇下牙，以前用自己錢或者普通醫療券購，而家你用夠1000蚊，政府就回贈500蚊俾你，變相打個大折扣。呢500蚊獎賞可以留翻下次睇普通傷風感冒嗰陣用。不過要留意，呢500蚊獎賞係有期限嘅，通常去到第2年嘅年底就會到期，所以攞到之後記得要善用，唔好擺到過期。至於第二大醫療福利，就係針對中年人同埋長者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嘅擴展。呢個計劃其實喺之前已經推出，但今年財爺決定加大力度，涵蓋更多嘅地區同埋資助更多嘅檢查項目。如果你係45歲或以上，未曾確診過糖尿病或者高血壓，政府會大額資助你去私家醫生度做篩查，自己只需要俾好少嘅錢，通常係100幾200蚊，就可以做一次全面嘅血糖同血壓檢查。如果真係唔好彩驗到有事，
之後每個月去私家醫生度覆診攞藥，政府都會包抵大部分費用，你自己可能每次只係需要俾150蚊左右。呢個福利點解咁重要？因為公立醫院排期睇專科閒地都要等1年半載，而家政府補貼你去睇私家，唔使等之餘，仲可以自己揀相熟嘅醫生。對於好多40、50歲正值搏殺期，但又開始有啲三高隱患嘅打工仔嚟講，呢個絕對係一個救命兼慳錢嘅大福利。大家記得去地區康健中心登記，唔好嘥咗政府呢番心意。大家千祈唔好眨眼，跟住落嚟呢部分先係成段內容嘅戲肉。我頭先承諾過，要教大家點樣將醫療券嗰500蚊獎賞，加埋退稅同免稅額，左扣右扣，幫自己慳足1萬幾千蚊。我哋而家就嚟做一次真金白銀嘅大算盤。今年財爺宣布寬減2025至2026課稅年度100%嘅薪俸稅同埋個人入息課稅，上限係3000蚊。哇，聽到3000蚊，好多人可能會話得3000蚊咋？以前試過1萬蚊㗎喎。冇錯，因為政府要平衡財政赤字，退稅上限的確係少咗。但係慳錢嘅精髓從來都唔係單靠退稅，而係靠你點樣玩盡啲免稅額。我哋用一個非常典型嘅香港家庭做例子，等大家容易啲代入。假設陳生陳太都係打工仔，兩人加埋1年搵60萬，即係平均每個月入息5萬蚊。佢哋有一個讀緊小學嘅仔仔，陳生仲要供養緊佢60歲嘅爸爸同埋58歲嘅媽媽，老人家係同佢哋一齊住嘅。首先，我哋計下基本免稅額，每個打工仔都有13萬2千蚊，兩公婆加埋就係26萬4千蚊。跟住，陳生陳太有一個小朋友，子女免稅額係13萬蚊。好啦，精彩嘅地方嚟啦，供養父母免稅額。陳生爸爸滿咗60歲，而且同住，所以可以攞到10萬蚊嘅供養父母免稅額，基本5萬加同住額外5萬。陳生媽媽58歲，未夠60歲，但滿咗55歲，同樣同住，就可以攞到5萬蚊嘅免稅額，基本2萬5加同住額外2萬5。你哋睇下，單單係將呢啲免稅額加埋，26萬4千基本加13萬子女加10萬60歲同住爸爸加5萬58歲同住媽媽，總共嘅免稅額已經高達54萬4千蚊。陳生陳太總收入係60萬，減去54萬4千蚊嘅免稅額，佢哋真正需要交稅嘅應課稅入息實額只係得返5萬6千蚊。按照現時嘅稅率去計，頭5萬蚊收2%，即係1000蚊，剩低嗰6000蚊收6%，即係360蚊。換句話講，陳生陳太原本只係需要交1360蚊嘅稅，但係大家唔好忘記，財爺今年有100%嘅退稅，上限3000蚊。因為陳生陳太要交嘅稅只係1360蚊，完全喺3000蚊嘅上限之內，所以呢1360蚊政府全部退返俾佢哋。結果係點？陳生陳太今年係1毫子稅都唔使交。好啦，如果我哋將陳生陳太嘅情況稍微改一改，假設佢哋1年搵80萬，冇晒免稅額嘅話，本來要交成幾萬蚊稅，但因為佢哋填足晒子女同父母免稅額，應課稅入息減到落20幾萬，稅款可能跌到落1萬5千蚊左右。再扣埋每人3000蚊，即係總共6000蚊嘅退稅。如果分開平稅，佢哋實質交嘅稅可能只係幾千蚊，中間慳出嚟嘅差距，分分鐘超過2萬蚊。呢個就係填啱免稅額嘅威力。除咗稅務之外，我哋加埋頭先講嘅醫療福利落去。陳生60歲嘅爸爸雖然未夠65歲攞醫療券，但佢可以參加我頭先講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導計劃，去私家醫生度做篩查，萬一有事，政府補貼睇病錢，1年落嚟起碼慳幾千蚊排私家專科嘅費用。而如果陳生嘅岳父岳母係65歲以上，佢哋識得去洗牙或者做體檢，用夠1000蚊醫療券，每人攞返500蚊獎賞，兩個老人家就係1000蚊。呢啲全部都係隱形嘅進賬。再加埋政府通常會有嘅住宅物業差餉寬減，假設今年寬減首季差餉上限1000蚊，你將退稅嘅3000蚊免稅額幫你慳嘅過萬蚊稅款，老人家嘅1000蚊醫療券獎賞，加埋1000蚊差餉寬減，咁樣加加埋埋，係咪好輕鬆就慳足萬幾2萬蚊先？所以話財政預算案派嘅糖，唔係下下都直接入落你戶口先叫有錢落袋，好多時政府係透過減輕你嘅負擔嚟幫你變相加人工。最緊要係你要熟讀遊戲規則。每年5月份收到稅局寄嚟嗰封綠色炸彈報稅表嘅時候，千祈唔好求其填完就算，一定要睇清楚自己符合邊啲免稅額條件。特別係供養父母嗰一欄，只要父母夠55歲就已經有得扣，夠60歲扣得仲多。
如果父母係入咗安老院，雖然冇得扣同住免稅額，但係可以申請扣除長者住宿照顧開支，上限係10萬蚊，呢條數分分鐘仲和未過普通免稅額。仲有啊，如果你自己有買合資格嘅自願醫保 VHIS、合資格延期年金 QDAP 或者強積金可扣稅自願性供款 TVC， 呢啲全部都可以用嚟扣稅。每人每年自願醫保最高扣除額係8000蚊，年金同強積金自願供款加埋最高可以扣6萬蚊。如果你係高薪一族，用盡呢啲扣稅工具，真係可以幫你慳翻一大筆稅款，順便又可以幫自己未來嘅退休生活或者醫療保障打個底。總括而言，2026年嘅財政預算案雖然冇得好似早幾年咁全民派消費券，大家可能會覺得少咗份熱鬧，但係只要你細心睇，政府嘅資源其實係精準咁落咗喺有需要嘅群體身上，特別係基層長者同埋有老有嫩嘅夾心階層。長生津嘅雙糧確保咗老人家有不額外嘅生活費，醫療券嘅500蚊獎賞同埋慢病共治計劃就係鼓勵大家關注健康，長遠減輕醫療負擔，而退稅同免稅額就係最直接咁留翻啲現金喺打工仔自己個袋度。面對住各項政策嘅微調，我哋做市民嘅最聰明嘅做法唔係去怨政府派得少，而係要去了解清楚每一項政策嘅細節，攞盡自己應得嘅權益。希望今日我同大家拆解嘅呢個預算案懶人包，可以幫大家理清思路，知道幾時有津貼收，知道點樣用盡醫療券，仲學識點樣填報稅表嚟幫自己慳足1萬幾千蚊。